云林北港朝天宫妈祖杯倒球比赛要进行最后的决赛，选手特别去拜拜，请妈祖保庇，摕到好成绩。北港朝天宫妈祖杯全国乒乓比赛，伫今年3月24日伫北中南举办预赛，吸引来自全国380组的歌手参加。庙方邀请决赛选手来到庙前，除了向妈祖婆祈求比赛顺利以外，嘛祝福每一位选手摕到好成绩。透过宗教与运动展现他们英雄的实力，但是也让他们了解宗教文化教育很重要但是一座庙，那真的有非常多的教育的内容。北港朝天宫办全国比赛已经是第3档啊，参加人数是愈来愈多。现在也有300多队进入决赛所以无形中会提升云林县对桌球这个打桌球的人是会越来越多。这项比赛有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甲社会组等等赛程，会比到8月31日为止。欢迎咱乡亲做伙为这选手加油。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